胡总，于总，立刻来我办公室一趟。你也不要太紧张，我们就只问几个问题。上周五到星期天，你和谁在一起？我女朋友。你女朋友的名字是？乔晶晶。是那个明星乔晶晶。对。这3天她一直都在你家里。是的，中间她去外面参加了一次品牌的宣传活动，我们一起。你们就没发现有人跟着你们？啊，据他们交代，他们跟着你们拍了3天，周一早上又尾随你到单位，拍了不少的视频资料，然后被当成间谍给抓了。中国宇航技术研究院，哎，这哥们儿搞科研的。是啊，我早该想到了，之前打听了，说他住那个小区的人都是航天研究院的，保密单位，那咱们进不去啊。只能在外面拍了。哎，随便拍点素材得了，我看看素材够不够啊？回头做个第2期。师傅啊，问您个事儿，这附近公安局的，麻烦你们跟我们走一趟。下车。那他们怎么处理？既然他们交代的事实和你说的一样，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调查一下。我们也会注意啊，我们也会教育教育他们，让他们知道点分寸。这个保密单位门外能瞎转悠、瞎拍照吗？行，我们先走。2位领导，先走吧。留步吧，不用送我。好事啊，绝对是好事。不过呢，还是要低调一点，不要太宣扬。当然，这是很自然的事儿，不必刻意隐瞒。啊，明白。忙去吧。好，那我挂了。我跟玲姐说一下。确定了。造型呢？3套，准备15套衣服。备选啊！对，咱字儿标好啊。喂，晶晶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你说。我回上海住于老师家，被于姬给拍了。什么？被拍了？太好了！谁让你们平常这么明目张胆呢？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啊？被爆出来是承认呢，还是不承认也不否认？我跟你讲，我的公关预案早就准备好了 ，ABCD 各种方案，随机应变。应该不会爆吧？啊？说什么？他们被当作间谍给抓了。